啊，这个农历过年嘛是菜馆行上闹热、上抢市的时阵。台湾菜馆来宣布，今年过年加码，这个菜馆的总金额高达8亿。大乐透为小年夜开始，连续开奖11天，创下上长开奖的纪录。另外，小年夜开始一直到正月初3，嘛要推出着上受欢迎的100万加码的活动。菜馆行的头家讲，已经有顾客注文要来包牌了。赚大钱，一年一定旺。菜馆行头家钟会十足，信心满满，伫个门面贴一座黄金小山，连门口拢有放皇帝桌啊，都惊人客伤多，无所在通个靠号买。迎这春节准备好啊！尾牙春酒大家都来抢，然后现在又轮到大乐透上马，很多包牌客都来了。已经有人跟我们预约，过年要包牌100万。真侪人已经有生意约啊，要开100万包牌。台菜伫个旧历新年加码，电脑型菜馆总加码奖金是8亿。大乐透对小年夜开始连续开奖11天到2月初2，每期保证头奖至少1亿。找朋友集资啊，过年都会这样啊。一次100张，然后可能10张900，就一次买10张，跟家人说，那就一起去买。除了加码以外，台菜嘛伫23到27每期加开9个号码，6号拢对，都会当得到100万。另外威力菜嘛机动加码。伫台中甚至有人真幸运，一个人夺得大乐透的头奖。头家讲，菜馆行伫10几年前对华人迎来这阵再生涯，有败有保庇，经常开出大奖。这次一个人夺得2.47亿，嘛，有真侪顾客来试手气，希望过年运气会当丰富啦。